在荷兰议会的预算谈判中，有议员提出维吾尔人被迫在东突厥散的中国集中营工作，并要求荷兰政府应在这方面采取行动。荷兰贸易和发展外长西格里德·卡格说，他对与会代表的要求没有积极回应。据报道，荷兰议会上周在2021年预算谈判中讨论了外交和发展部的预算问题。会议期间，各政党表示维吾尔人被迫在集中营工作，荷兰政府应在这方面采取积极步骤。有议员提出提案，要求荷兰公司在强迫劳动方面保持透明，并与公众分享信息。国会在另一份草案中呼吁卡格部长就此问题向荷兰公司发出警告，并要求脂肪公司离开东突厥散地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周四在推特上发文称，中国拥有5000年的欺诈盗窃史，有些事情永远无法改变。几分钟后，中国日报驻欧盟办公室主任陈卫华发帖回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种族主义、最无知的美国参议员，真是个终身婊子。在指责中国5000年欺诈盗窃史并遭到陈卫华讥讽婊子后，布莱克本反唇相讥说，你不过是习近平妄想统治地球之中国梦的玩偶。从天安门广场到种族灭绝维吾尔人，共产中国是屠杀人民的专家，美国不会向一个性别歧视的共产恶棍弯腰。美国政府星期四正式将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等公司列入企业黑名单，此举可能使得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认定4家中资公司被中国解放军拥有或控制，另外2家分别是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国际工程资讯公司。尽管国防部尚未针对这份黑名单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不过特朗普总统近期将发布行政命令，阻止美国投资人自明年下半年起购买黑名单当中企业的有价证券。这项消息发布后，中国海油旗下的香港上市的中国海油股价重挫近14%。目前被列入黑名单的中资企业名单已达到35家。德国媒体报道，联邦政府以国安风险为由，禁止中国航天发展公司收购一家专门从事包括5G 在内的卫星和无线电技术的德国公司。德新社援引政府文件报道，总部位于北莱茵西法利亚邦的 MIST 公司是航天发展的收购目标，而航天发展是中国国有国防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子公司，该公司生产军事通讯系统。德国官员表示，审查标准始终是具体收购对德国公共秩序或安全构成的威胁。IMSC 专门从事卫星、雷达和5G 波浪技术的开发，为地面观察卫星开发了一个组件，该组件可为武器系统提供高精度数据。德国国防部以数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该组件。德国的对外贸易与支付规定给予政府干预外国投资者收购德国公司的权利，前提是这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表示，特朗普总统已下令在2021年年初撤出驻索马里的大部分美军人员和设施。美国国防部4日发布消息称，特朗普已命令五角大楼和美国非洲司令部在2021年初之前将驻索马里的大部分人员和设施重新安置在该国以外。目前大约有700名美军驻扎在索马里。特朗普政府近来加快了从海外撤军的进度。